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4，彼得前书2章50节讲：恁嘛着做活石，互上帝用来起造属灵的殿，搁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成做活石，来起造属灵的殿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佮信实的上帝。你的智慧无穷，你的恩典无尽。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，也是拯救阮灵魂的救主。主啊！你用大能掌管万物，各用温柔优赐你的百姓。主啊，愿敬拜你，尊重你，学了你至权至圣的名。主啊！感谢你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阮得到新的活命，通无搁属伫黑暗，乃是进入你奇妙光明的国度。主啊，所以阮就着献阮的性命，成做活石，通互你用来起造属灵的殿，搁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来献上你所欢喜的祭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